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咧。愿亚伦的家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咧。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咧。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三甲的吟圣诗373首，圣诗373首，救主耶稣我入寺。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爱戴，对在主玛利亚之时，伊温柔为咱个人来托付，对是一体信来从得离谱。第三日对死人了个话，就天，他接你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来生活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信徒的上课，罪赦免，肉体和我永远荣耀。阿门。请坐。三个教学启蒙，启蒙第9篇，启蒙第9篇，我来启大家来听。
地甲地上内面拢属上主。伊甲伊放伫大海顶面。啥人会通就上主的山？就是手牵起，心顺结。即款人会受上主的祝福。即款人来追求上主。城门啊，着拍开。荣耀。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伊是拍击百姓的上主。城门啊，着拍开。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伊是荣耀的君王。阿门。请咱下头同心来祈祷。主名听人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创造宇宙万物，佮照你的常来创造阮人类，互阮通享受你所创造万物。纵使阮无顺服，有阮犯罪为好，离开你，你为了要拯救世间的人，就定着竞选阮，通过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牺牲家己，定死是世界顶，流出宝血来洗清阮所犯的罪，赦免阮的过，佮对死人中搁我上天，互既然信靠伊的人，为永远的活命。相信你也应允阮，人若惦伫基督，就是诚做新创造的。有诶代志已经过去，当拢诚做新的，通甲你过好，佮将即个劝人甲你过好的这份。阮，你的疼甲稳定极大，阮深深感谢你。总是阮伫日常的生活中，了罪恶的本性，受到抑郁，就会做歹，有做过失。阮伫遮要来诚心悔改罪，求主你来赦免阮，怜悯阮。通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流出的宝血，搁一摆来洗清阮的罪。互阮伫基督内面来诚做你的义，求你圣神来帮助阮，充满阮，互阮诚信到完全。亲爱主耶稣，你是世界的光，对你的人有行日行，反正要有活命的光。恳求你来引带阮，逐日行伫你光的内面，学习顺服，一世人来跟对你，服侍你，遵趁你所交付阮的命令。四位一传福音，为主来见证，荣光你的名。今仔日是圣的主日，相信也是纪念的主日。求主来帮助咱纪念会与兄弟姊妹，有气力出去就上圣经，为主来见证，引带人来归向你。因为圣经乃是你所启示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活命的饼。你讲互人活哩？就是神，肉体就无利益。你所甲阮讲的话，就是神，是活命。阮深信，通过你的话，会当感动人来倚靠你。圣神互阮伫头生有新的活命，来改变阮的一生，过圣洁得胜的生活。这是我特别为了阮纪念会总会考副理事长来祈祷，恳求你的圣神来充满伊，感动伊。互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刺激阮的心灵。对待以后，大家同心来做伙去做教会，互阮的灵命来成长。这时，阮要为着肺炎的疫情，也未解除来祈祷。恳求主，你施恩来赏赐这医疗的专家，有聪明智慧，早日来发明新药，通化解这危机，透望染着肺炎的病症的人来恢复健康，也互世界各国的经济来恢复，改善百姓生活，早日来脱离这苦难。
到我要将这个圣会完全交托你的圣手，求主分别做成，圣情充满阮在座每一位。即时我要奉耶稣基督对死搁活得胜的尊名，反告撒旦离开这个所在，袂搅扰阮逐项的心思意念，互阮通专心致意来领受你的真理。今仔日无来兄弟姊妹，阮也为着伊来祈祷。无论伊是出外的，也是破面倒伫床里，求主你有缘保守因、看顾因，甲因三甲伫咧，也保守阮在座的兄弟姊妹，身躯勇行，使阮平安。愿一切尊贵、权力甲荣光拢归乎你。阮来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三甲来看上帝话，伫旧约历代志上卷22章19节，历代志上卷22章第19节，这是我的强读。但恁着定着恁的心、恁的意思，找耶和华恁的上帝，也着起来去做耶和华上帝的圣所，通将耶和华约柜甲上帝圣的器具来搬入，为了耶和华的名所起的圣殿。以上愿上帝祝福，今仔听过袂阁行的人。此时咱来请圣歌队来献诗，今日咱要献诗的地方是耶稣是我的救主，来接请。纪念会中华民国的总会副理事长，柯副理事长来甲咱中间，有咱分享的题目是着起来建造，即是咱来邀请柯副理事长。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天顶的爸上帝，甲陈牧师，佮各位各位的长执，遐尼姊妹接纳，今仔日当遮参大家做伙三九来礼拜，佮会当伫遐有机会来分享基甸会事工，感谢主。咱来。今仔日要讲的迄个题目是去就起来建造吼，这是为历代记上22章吼遐从沙尾迄节来提出来一个题目吼。咱我第一摆来到咱这个所在，到了咱贵教会吼，我有带2份简单的礼物迄个送互在座吼，因为刚有2分尔，所以我简单来问一下题目吼，你知吼，你就举手吼，就来送你吼。请问吼，主要所在世时阵，伊常常参与做伙有几个学生？主要所伊常常有带伊几个门徒啦。几个门徒，主要说有训练几个门徒，13个，那对啦，嘛是对啦，到尾佫加一个吼，一个好成一个，来举手来，这份送你来，无，好，无换一个题目吼。主要说有一摆带伊学生去到一个格拉森格拉森吼这个所在，遐有一个互鬼附调的人吼主要说到迄个就分为迄个人身上迄群的鬼就离开迄个人的身上迄群的鬼就讲要求讲怎你互我遐都有一吨猪吼一吨猪伫遐吼伫遐另外，你互阮挑起迄猪的顶面，遐当伊遐鬼挑起了，迄阵猪就撞入去到迄个山坎的所在，就淹死伫个所在吼。请问，迄群猪有几只？举手来，2只，哇，答对了，来送你。佫有一本吼，佫有一个机会吼，请问咱中国有一个皇帝起一个足长的城，迄叫做万里长城。请问迄个皇帝叫啥物名？举手，举手，加一本尔，好来，举手，答对了，来，来。来，这个是调转去迄个，来，调。来，咱今仔就是要为迄个历代志上22章吼，因为迄就是可先了解伊的内容吼，咱较会当了解吼，先看伊的迄背景啦吼，了解伊的背景，咱来做读一段迄经文。是要往后要往后。好来，咱做伙来甲这简单读一摆吼，咱较有一个迄个观念吼，来，咱做伙来读吼来。代表讲，这就是迄耶和华上帝殿为以色列人献一坛。读到第几节了？第2节，好来，咱各位来读者吼来，代表吩咐主旨。以色列的众外邦人，尤其中就头来站着头，倚着上帝殿，后来特别一般。第5节来。
第六节。嘱咐他以耶和华好，感谢主哈，感谢主。我本地阵是恁会用迄个台语，台语免读咧。来，好，来，即摆接落吼，我看下，好来，这就是为头拄迄节内面吼，我即节内面讲来起出来吼，就讲现在恁着爱立定心意吼，超找耶和华恁的上帝，着爱起来建造耶和华上帝圣所。当将耶和华的约柜、参供奉上帝的圣器皿，拢搬入耶和华名起造的殿内。但是我因为较无习惯台语的吼，所以用国语的翻台语啦吼，所以有一寡较无安尼顺哦，请大家会当来接纳者好。1885年吼，就是伫民国前25年26年，就是清朝的时阵吼伫清朝的时阵，遮有一个有一项真水的代志来记载吼，来看吼。咱们这张的图，大家毋知这张照片吼捌看过无？毋捌看过哦，但是咱遮的人吼，迄个面毋是中国人的面对吼，衫是穿中国人的衫吼这吼就是有种车叫做英国有一个剑桥大学吼剑桥吼，要台语翻译剑桥大学是啊遐有7个人，7个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吼，做伙去到中国，做伙来中国吼。去遐趁大钱，当然咱真清楚吼，因来你看嘛吼，因来穿中国人的衫吼，只是我看袂出来伊个后壁迄头毛是毋是有一条辫子吼，当然可能迄辫子留无法紧啦吼，总之这7个人吼，这若要讲往咱伫台湾来讲，就讲
到台湾大学有一批毕业生，有7个人做伙，讲要去非洲一某某一个小小的国家，也无真无开发的迄个小小的所在，要去遐赚大钱。真稀奇吼，真稀奇吼！当然咱真清楚是要去赚人的灵魂，所以真情感谢主所以伫遮咱看出互咱一学习，因就是要回应咱头拄仔讲的，着爱起来建造当然在迄段的经文是讲迄要建造上帝圣殿，但是对咱即马来讲，就是爱去传福音的意思共款起造教会去宣扬福音好来建造什么？当头讲过什么人爱来建造？伫迄段的经文内面来讲，是大卫王对所罗门王讲，所罗门王迄阵当然也是囡仔，伊也无做王是一个老爸对伊的囝一个吩咐过来什么人来起造呢？毋是家老爸对囝伊阁有吩咐伊迄个时阵国家内底遐个首领遐个统领啦就是遐迄个做伙治理国家的遐官员，做伙讲恁着爱做伙参我以后我的囝要做王的时阵，恁爱做伙来做伙相合同心来起造上帝的圣殿这段主要这22章就是在讲这个记载这样代志来嘛。所以伫遐讲就讲现在伊吩咐了就对因讲现在，意思是讲你即马就爱开始啦。当然伫迄个时阵大卫王也在做王嘛，伊的囝还阁是细汉，伊的囝也无所罗门也无接伊做王，但是伊就吩咐讲，你就爱现在爱开始咱知这首歌讲叫做求用我一生这首诗歌我想有一个人应该有唱过就想那对咱来讲，这时你人生也阁有一个时间啦一生其实上帝无法度用咱一生啦。你这个时阵活到即马咱一生毋来剩1/2的人生啦你若讲会当强壮会当活到100岁，你离100岁你要有几年？所以咱的人生是真正有限所以伊就吩咐讲，你得现在特别所以求主帮助咱，搁一摆伫上帝面前求主来更新咱服侍的心。即时我要搁更加积极来委身为来服侍上帝来看。伊就讲你应当安尼啦。第一项伊讲你要立定心意，你得下这个决心啦。这个决心我伫迄个挂符内底就是讲上帝无法度的。这是真奇怪的代志。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上帝哪会是有伊无法度的时阵？照你讲，这袂通对不对？但是这个意思是要表达讲，迄个决定我要来服侍上帝，迄个决定是上帝无法度替你决定，是你家己受上帝的迄个感召了我决定好，我知影服侍上帝是上大的福气所以迄决定就是你爱家己来下这个决定啦才讲。过来咱若要服侍上帝啦，伊个第2项就讲，你爱敲吹邀我恁的上帝。我要来服侍就袂歹咯伊讲你着爱搁敲吹邀我恁的上帝。上帝意思讲你有想要服侍上帝，但是教会有一个无共款的服侍项目你要做对一项，要参与对一项，你爱祈祷敲吹上帝的心意。上帝拯救咱逐个人拢都爱来参与服侍上帝，但是这服侍中间，你要参与对一项的服侍啦，爱祈祷，爱敲吹上帝而且讲恁爱敲吹上帝，问上帝你爱我伫教会内底，你爱我参与对一项的服侍，上帝旨意来显明伊伫遮。这22篇内面讲着安怎来敲吹上帝，我就有为3方面第一项就是你爱去算数你爱去算上帝伫你身上的恩典。人若常常
纪念上帝伫咱身上的恩典，你自然就感恩的心，自然你就会去要参悟服师嘛，吼，所以要记啊，小。第二，你要知伊的旨意是啥物，吼，然后大比龙共款，大比龙讲我想要为上帝起造圣殿，但是啊啦，上帝允准无？上帝讲啊啦，你想要起，你决定你要起，但是我无要互你起，因为啥？你参加做一个战争，做一个人流血出来，所以你袂使去。所以有时阵咱想要服侍，无一定上帝要叫你参加这个服侍，所以爱敲吹爱来知伊的旨意是啥物第二再来第三点就讲亨通我讲你爱安怎来服侍，你的服侍才会通啦，才会成功啦。这个亨通法则就伫咱这段经文这章的经文中间大概整理出这三点咱即摆再来慢慢来看第一点咧伫第8节遐讲这对所罗门讲大比龙对所罗门讲啊呐，伊讲伫上帝对伊讲伊讲伊要生一个囝，你袂使起但是你要生一个囝，伊要做太平的人，上帝要互伊安静。无受四围的仇敌来扰乱，上帝互以色列人平安康泰。就意思讲，你要生一个囝，你迄个囝做王迄个时阵，你国家会真平静，就无受扰乱啦，就爱感恩啦，感恩你就爱来起造上帝的圣殿，所以这才讲人爱感恩常常爱知上帝互你的恩典是啥物，你就爱啦。来服侍伊，毋茫袂记来17节，伊是对迄众首领众首领伫做官伫迄国家中间是遐做官对讲讲上帝毋是互恁上帝毋是参恁三角地咧吗？再来毋是叫恁四周围拢真平安吗？再来讲因为上帝已经互即个地受祝福了，受祝福的意思是讲。已经啦，无有仇敌会来参与来攻打你，参与有战争的代志你国家会当真平静，伫遐真平静的中间，伊对遐个首领讲，安尼恁无啥物代志咯，人点讲无战争就无若无战争就无迄个勇将出来对无？有战争就产生做一个勇将毋是伊在讲对遐众首领讲，互你国家真平静的时候，你爱协助。即个王协助以后的所罗门王爱做伙来起造即个圣殿当然就是意思是讲，迄个起造、迄个服侍是大家拢爱做伙来啦毋是迄个单单某米人、少人的代志，大家做伙所以讲记你上帝恩典第二，就讲你要敲吹上帝，要敲吹上帝的旨意用按照啦。伊会吩咐起造圣殿伊要做我的囝，我要做伊的爸伊做以色列的王，我必坚定伊的国位，得国永远。这是上帝对大比龙讲的大比龙讲你的囝伊伊大比龙就对所罗门王讲提醒讲你要来起造上帝圣殿上帝有安讲讲。上帝讲讲以后迄个，伊要做我的囝，我要做伊的爸。伊要做我的囝，我要做伊的爸。这是上帝对什么人讲的话？上帝对大比龙讲，但是这个话是要直接对所罗门王讲。这个他要做我的子等于所罗门王要做我的囝，等于意思上帝来甲你上帝来甲你讲定，你是你讲你的囝以后，我要做伊的伊要做我的囝，我要做伊的爸。你若听到安尼，毋知会真欢喜袂？我的囝以后上帝讲，伊要做伊的囝，做上帝的囝，上帝要做伊的爸。哇！你会真欢喜袂？真欢喜感谢主所以这是。要叫伊起造这个圣殿这是直接上帝所吩咐
吼，上帝说，甚至用囝吼爸囝的迄个关系来交代伊吼，其实是代表拢要交代所罗门王嘛吼但是伊只能讲，就是上帝直接，所罗门王就是我要做伊的爸，伊要做我的囝安尼就分。过来伊讲啦，伊要做以色列王。我要坚定伊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上帝真正安尼的吩咐，所以伊的旨意，要起造圣殿，要叫所罗门王起造圣殿，这是伊的旨意，真清楚的吩咐，好，咱来看，过来，要安怎才会通呢？要安怎才会通啦？就咱参加教会学使，要安怎才会通啦？所罗门王，你要来起这个圣殿，爱安怎才会亨通的才顺时啦？顺时遮讲到提到三节的经节内面讲这是代表人对这个所罗门王，然后一个老爸对伊的囝，伊所发出的愿望，伊的愿望对爸对囝的愿望，讲愿耶和华参你三角地。愿耶和华参你三角地，咱对咱的囝的愿望是啥物？你的囝即摆若是咧认真要准备考试、要读册要考大学，还是要考研究所种你对你的囝愿望是啥物？愿上帝参你三角地是毋是？我有想，这咱是真正常的愿望所以伫遮讲这个代表王提醒伊的囝，讲你安怎才会通啊？你人生安怎才会通？就是爱上帝参与三角地。第一就讲到第二就讲第十一节也讲，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通治理以色列的国。你看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咱一个老爸对囝的愿望啦。你也真做一个有智慧、有聪明的人，哇，这当然真好甚至要伊这是当然伊对所罗门讲，就是要治理一个国家，治理一个国家你看嘛，治理一个国家最后的目的是啥物？那咱对咱的囝的愿望是囝，愿上帝赐福你愿上帝予你聪明智慧互你大学考会调以后啦，会当个大学会当毕业啦，会当去了找一个更较好的头路通较济钱的头路安尼了以后，你才好维持你的家庭。这个愿望，我相信这每一个做父母的拢真正常，真正当的愿望无毋对。但是伫遮我感觉咱会当更进一步，咱对咱的囝的愿望是啥物？对咱后一代的愿望是啥物？毋敢烦恼伊的生活，伊的生活问题，伊的求学的问题。遮讲啦，伊对所罗门讲：囝，愿上帝赐予你聪明智慧，通治理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安怎？治理这个国家爱到一个什么款的迄个情形呢？伊的愿望是啥物？愿望是啥物？代表人对伊的讲，伊的愿望是啥物？伊治理的国家，爱互你的国家是真做一个什么情形？真正讲遵行、遵探耶和华你上帝的律法。对咱中国人来讲可能咱无这个观念可能就讲你爱好读四书五经啦你爱伦理传统你爱有道理你爱捌人生做可能咱总有一寡就是做人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概是一寡真对的迄个建议，但是参上帝连做伙，可能咱中国人无定着大家都有，对不对？只有人行为偏差到一个地步的时阵，人往往会讲啦：你安尼做，你毋惊叫雷公甲你卡死，对不？可能人到一个真感觉人的行为真正安尼违反这自然界的迄真反常的时阵，才会提醒，才会想到啦。你安尼做毋惊天公甲你讲死迄时阵人才可能想到。所以求主帮助咱毋望咱对咱的后一代，同大的愿望是啥物？爱鼓励咱的囝，爱知影
爱读好啊，读圣经，哦，爱知影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规定是啥物？其实是安那，是安尼啊讲。你看吼，落吼12节，这是摩西吼吩咐啊，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来遵守。因为你若行伫上帝的律例典章内底，安尼你就会通啦。讲较简单来讲，你就会成功的人生啦。吼，你就无啥物欠缺啦，你人生就顺利啦。真正迄个根基是上帝律法典章。咱往往看啊囝，你要考大学咯，哇，啊无你去补习啦。啊，咱补习啊，阮礼拜日定定拢都爱补习班，定定礼拜日来课。啊，无要紧啦，你去啦，你吧，你考了你再过来做礼拜。可能咱我会拄着即款的迄个选择求主帮助咱来安怎来选择真正上帝照上帝的吩咐，6日你爱拍拼做工，对不对？按照你迄天上帝的规定的，但上帝要赐福的迄天，那往往有时咱往咱人家己决定去分配咱的时间。求主是来怜悯啦，上帝要赐福你啊！你迄天你煞无出席，足可惜，是毋是？求主帮助咱，互咱6天是咱爱拍拼、爱赶老毛面的时间。就即天，咱就按照欢喜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哇，这是同大福气！上帝要赐福气伫这个所在啊！求主帮助咱所以伫遮，互咱伊伫遐就讲实在咱想着咱有时阵你有看到迄个讲自成为国家祈祷的迄个早餐会有就是讲有教会有举行迄个为国家来祈祷，有迄款的为国家祈祷的早餐会哇，总统嘛有来啊，总统嘛受邀请来啊，为祈祷。安怎才当互咱国家真做同大的帮助？无第二条路啦，就是要行伫上帝律例典章内底。但是求主怜悯咱求主怜悯咱的国家即马是同婚合法化，对无佮啥物通奸除罪化哎呀，求主是来怜悯咱的国家即目前是行到即款的地步求主怜悯啦求主怜悯，就为咱的国家来守望祈祷求主恢复，要国家真正让长治久安，咱国家真正平安时爱遵探上帝的律法像咱中国人较早讲的你安尼做，唔惊叫天公，唔惊天公人就是安尼对求主帮助咱，是安咱的国家咧行伫上帝的律内底，安尼才是祝福的源头好，再来野当伊就讲到讲，你知影咯，你有好读圣经咯你知影上帝要祝福的迄个原则咯，安那，再来啦，野当安那起来建造来讲。你知是一回事你要有行为来表现出来，有行为来实现出来所以伫雅各书内面遐有讲第2章遐有讲就是讲，有信心若无行为，还是死的啦。你若讲一个查甫囡仔去约一个查某囡仔，我真疼你，真爱你，真爱，甲真爱都到尾敢安尼尔吗？毋是你若真正爱这个查囡仔，你着安怎？甲带来讲免啦，带麻烦啦，咱做伙住就好啦，同居就好啦，安尼。迄种的迄是真无保险的，对，真无保险的，对不对？咱真清楚嘛所以那真清楚，咱若对上帝若真清楚知迄个律法典章对咱是一个祝福，看起来咱是甲约束，但是其实祝福就伫迄内底。那阵你驶车是骑乌托摆，看到红绿灯，就爱停落休困一下，对不对？若绿灯才会当行，是毋是？即个人对你约束，那算对你是约束，但是迄个福气伫迄内底，对不？就自然伊福气迄内底。求主实在是帮助咱真渴慕上帝的律法，真渴慕
来给行出来，好，所以要有信心，要有行为来表现出来。过来，好，然后按才干、按迄个才调吼来向主来高效。有时阵咱参加伫教会服侍内底，可能讲哎呀，我无法度，可能我无才调，我未读大学毕业的啦可能某人伊是大学毕业啦，所以爱找伊，可能咱会推辞啦，讲我无迄个才调吼，但是毋是吼，咱真正做这个，比如吼是大家真实吼。上帝若互你5000两，伊就要啦，甲你讨5000两啦，你爱高效啦，业绩啦你爱迄业绩出来，爱5000两，来，上帝要甲你若加2000两尔，上帝要甲你讨5000两，对不对？所以啊，大家拢爱服侍，但是毋通剩咧1000两。伊就哇，就怎个我这土坑怎个抬起来，对无毋是，上帝拯救咱每一个人，都是要爱来服侍，要爱来传扬伊的名，要来为成做伊的见证者。参你有读册无读册无关系，有一个有一个迄个老太太毋捌字，但是伊信耶稣了，知影讲耶稣拯救人的灵魂，这真有价值。但是讲听牧师讲去传福音嘛，我要去传，我毋捌字啊，毋捌字要哪传？伊就讲，伊咱摕一本迄个摕一本迄个迄个有图案的啦，有图的内面有迄个救恩救恩的迄记载伊安怎传你知无？伊会去公园的所在。伊会看迄前后，看迄人伫遐一个纳凉的，活去。少年嘞，听讲这本册真好这记载这真好我都看毋捌字麻烦你你甲我讲，这内面啥物意思？你甲我讲就好。讲了，伊甲伊讲了对无？安尼是毋是就甲福音传落去咯？是毋是？这是个机会，所以。咱大家爱来服侍，爱来参悟传福音，毋通讲我无法度，毋是，毋捌字，共款会当互上帝所需要。我的妈妈即摆89岁伊是伫新店7场长老教会礼拜因为我的教会是国语的所以伊就一早是我就载伊去载伊去教会，要转来伊就家坐警车转来，伊若转来伊拢摕迄个教会的周报周报拢业一张迄个更新月刊我看你个周报嘛有业咱业安尼逐摆转来伊就摕我看，伊讲摕教会周报我看，伊就毋捌字典嘛，伊就教会分会伊就摕倒互我看，我讲内面有业一张迄更新月刊，我就甲伊讲安尼你共摕即张更新月刊转来创啥？你也毋捌字你看无我甲伊讲安尼，你坐计程车的时阵，你知？要摕钱互计程车的时阵，迄个计程车的时阵是甲你会讲多谢对无迄阵是同好你知影？甲即张更新月刊就讲即张听讲真好送你看，安尼感谢主会当传福音袂？是毋是上帝互咱备办做这个机会？所以毋捌字嘛是有机会感谢主来，咱起来看。好来起来就讲开始要起来起坐，开始要来参加迄个服侍照第10节了讲者讲，照着伊指着你讲的话建造耶和华你上帝的殿。意思搁一摆搁提醒所罗门讲，你要开始做，你爱会记哩，照着上帝甲你指示的话讲去做毋通照你的家己意思。我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毋是。咱伫教会服侍嘛是安尼，我想要安尼做，我想要安尼就安尼，毋是。咱来服侍基督，照着上帝指示咱的，照伊的方法，咱来参加服侍第12节有一句话就讲，你着爱刚强壮大，毋通惊吓毋通惊吓毋通惧怕毋通惊吓其实这个这才是伫迄个约书亚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入去攻打，入去迄个迦南地共款有即句话所以咱伫服侍，即个上帝既然将即个服侍机会互咱，可能咱有时会感觉讲，哎呀，有拄着困难，我感觉我无法度，那阵咧障碍赛
咧跑咧障碍赛，跑，哇！顶面有一个栅栏，哇！迄个障碍，哇！我无法度，我无法度越过去啊！但是我都是要来参加比赛，你嘛是爱跳啊，对不对？所以感觉上帝你若予我这个服侍机，我感觉这个拄到一个困难，我感觉我无法度超越过。这个时阵你安怎？你会记得这句话？这若是上帝予你的服侍机会，迄个困难你得向上帝讨困难。这是伊叫我来做的嘛，毋是我家己要做的嘛。我感觉无法度。哎呀，你要叫我来做这个，你得爱将智慧、将开来互我。我感觉这个当做，所以我毋知道有人参加一寡聚会常常听到一寡话我哈利路亚，过来上帝是全能的，咱咧宣告，上帝一定帮忙咱拄到这困难，大家做伙来祈祷，上帝是全能，一定帮助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看起来老阵才讲老阵，看起来老阵无啥物毋对但是要清楚，因祈祷，因拄到迄个要祈祷要求全能的上帝来帮助因的迄个代志，到底是人的意思要去做，是上帝叫人要去做？无你伫遐宣告全能的上帝一定会帮助咱，敢一定安尼？对，一个查某囡仔，伊若伫遐宣告讲阮爸母是真疼我。我看阮爸爸一支迄个刮胡刀安尼，我看伊个刮胡刀安尼，有喙手刮了，无喙手，真好。安尼我嘛要爱有一支刮胡刀。若伫遐祈祷，全能的上帝我宣告你一定会予我啦，我祈祷你一定会答应我。有一点成即款啦根本伊都无需要嘛，是毋是若是一个查某囡仔啦，伊爱读国中的时阵。读小学的时阵，伊安尼祈祷，因老爸敢会随会？应该嘛袂等你较大汉的时阵，开始有喙手出来的时阵，才互你嘛，也会有所以有时阵咱迄个宣告爱知下上帝的意思，伊会当宣告，对不对？若无下上帝的意思，犀利无你就变成拿出你家己做上帝迄个放毒迄个啥？台语我袂晓讲，就是迄随便替上帝讲话啦，迄是毋对所以求主帮助咱上帝互咱服侍，咱就有信心，伫信心的内底就毋免惊吓，因为这是你叫我来做感谢主好来就来看第五点建造是当然真正这是要邀我上帝圣所就是要来建造教会做伙伫教会，互教会拿健全，较侪人会通拿来教会去参加过来好，这个有一个人来好，这个莫讲咱过来看来过来校长通甲起做好通甲邀我约柜甲供奉上帝圣器皿拢搬入来，为邀我名起做的殿，就是讲，伫教会内底，伫圣殿内底，单就是有迄个约柜，约柜就是人敬拜上帝的迄个表示的所在嘛，约柜人参上帝三会的迄个所在，约柜搁一寡啥物圣餐桌啦金灯台啦后者香炉啦大概遐就是伫圣殿内底就是温泉加放迄个所在。所以咱真清楚咱伫教会内底单就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所在，无其他迄个高层迄个无清楚的代志伫教会内面，来就是敬拜上帝认捌上帝服侍上帝就是主要所在时就是有一摆，伊就看伫圣殿内一寡人咧做生意，对无伫遐做生意就甲遐人拢赶出去所以真清楚知伫教会来去做即个教会就单纯互人敬拜上帝的所在好来，咱这所尾这几点结论来讲，咱来想台北龙伊是想要去做圣殿，是毋是？是，是伊无想要去做圣殿。伊有想要起做但是伊
伊有想要做，但是伊上帝无爱允准伊做，对毋对？但是伊毋是讲，伊毋着安尼就咱煞去，对无？伊是安那？好，上帝叫我袂使去，但是啊，我著来传迄个材料。所以咱伫教会内底吼，求主吼，有个人做中职，有个人无做中职对嘛吼？同款啊，教会是大家做伙同心来服侍啊，毋是讲做中职才较拍拼服侍。无做中职就较无拍拼服侍，毋是吼，大家拢是爱做伙同心，拢爱备办遐材料。那资源前线，较早有一个游戏有无？资源前线有无？就分组要比赛讲，比赛看啥物人提供的物件较紧，完全。比方讲，准备一支目镜，目镜就紧举出来对无？即组的人讲，来讲要一条皮带，皮带下咧，我来起，拔起紧起去对无？吼。资源前线了，大家爱当心，即组大家爱当心啊！要爱啥物，咱就紧起出啥物出来吼。所以伫教会起做内面共款，求主帮助咱，互咱当教会有啥物需要的时阵，大家就当心来提咱有诶点来献出咱有诶，做伙来服侍上帝。感谢主吼！你看以色列人为何离开埃及？当日以色列人当然伫迄个约瑟迄个时阵做宰相的时阵，伫遐时阵以色列人是真风光啦宰相是阮以色列人真风光对吼。但是过400年过了，人拢袂记你讲。甲即个以色列人外来的人嘛，当做奴隶伫遐来去做做侪工程因为足艰苦，因就伫遐求上帝讲你来救阮啦，毋通互阮拄到艰苦上帝到尾嘛听因的祈祷就安那，就投放因就叫找摩西来要来带因离开迄个埃及点迄时阵，迄个法老迄个王埃及王讲你算啥物？你要来甲我的劳工啦我国家的这个劳工，你要甲我带走我带走了，阮要做工课，阮人拢爱家己做咯，对吼。所以当然，迄个王就无爱互伊带开伫迄个时阵，摩西对法老这个王讲，伊甲讲真清楚，我是要将阮这以色列人要带到旷野去，请问是要创啥物？是要互因减轻因的劳动，毋免阁做苦工安尼吗？是安尼甲回答迄个法老王吗？是毋是安尼？答案是毋是安尼？毋是，是毋是讲，通互阮去到旷野所在来祭拜阮的上帝，意思就是爱阮到旷野，就离开即个埃及，会当来阮做伙，阮会当来服侍阮的上帝。所以咱真清楚，咱受上帝拯救，咱哪阵是埃及，若无信主进前，哪阵是埃及共款嘛上帝咱得到这个救恩了，唯一一个咱人生的目标，就是服侍上帝，这是服侍上帝。这是咱真清楚的人生目标。当咱服侍的时阵，其实咱所需要，上帝拢会为咱备办。所以前后的顺序求主帮助咱好，再来咱看一个亚当甲夏娃伫伊甸园内底，请问，上帝拢做好了，这个亚当夏娃蹛伫伊甸园内底，因有欠过食，欠过住的所在无？无点，伊要食啥物？树顶的水果地面上的蔬菜对无你拢会使食，伊无欠过食，因生活毋免惊无通食。咱中国人常常拄着就讲你食饱未？食真重要，食饱就哪算无代志，是不是？所以亚当夏娃伫伊甸园内底，毋免惊无通食。因是毋是免上班？是毋是伫遐用先生一日到伫伊甸园内底当？毋是当然咱真清楚上帝有吩咐，伊讲爱伫伊甸园内底爱修理看守，对不对？所以有所以求主帮助咱你羡慕伫伊甸园内底，还是羡慕伫伊甸园外底？后来
后来人就有用人的自由点，互伊了抓了使弄对无，到尾就去食迄仙鹤树，人就赶出来，赶出伊田的赶出去，了啊，哈歌楼满面才会当食饱。人伫伊甸园的外口是歌楼满面才会当食饱，伫伊甸园内底，你毋免烦恼你食穿。请问你爱倒一款的生活？你羡慕伫伊甸园内底，羡慕伫伊甸园外口？伊甸园内底美金台币用袂着，是毋是？哦，伊甸园外口当然哎呀，爱有美金，爱有台币啊，吼，才当去买物件啊，吼。但即个意思是讲，咱爱真清楚，咱人生真正意义啥，是要服侍上帝，毋是单单为遐爱食饱遐个代志来伫遐努力。当然无毋对啦，人即摆已经赶出来伊甸的外，咱人啊汗流满面啊，才会当食饱，这是本地咱应该得爱安尼的啦。但是这毋是咱人生的意义啦，人生的意义啦，爱来敬拜上。所以你羡慕吗？一礼拜上帝讲你做6工就好，第7工上帝定为圣日，要你休困。休困毋是互你去郊游，单单郊游啦，互你伫遐睡啦，伫厝里睡困较久咧吼，毋是。即工是啊，大家要欢喜，自执伫上帝面前，要来敬拜。讲你6工好好做就好啊，毋免烦恼吼。所以咱要有一个信心，咱6工好好啊做，有啥物上咱就食啥物，毋免伫遐比较啦吼。所以咱讲人生无共款啦，吼，咱努力，汗流满面努力到什么地步，有什么享受到什么地步，对？咱其实毋管你是努力，有的人就较侪钱，有的人较少钱，但是拢共款，爱养成一个简朴的生活，爱养成一个真简单的生活。啊，咱有剩的啊，就食袂了啊，用袂了啊，遐要创啥物？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伊讲啦。伊祝福亚伯拉罕是要爱啥？要爱上帝祝福，爱别人因亚伯拉罕得到祝福。所以共款哦，上帝互咱用有剩，是爱咱去诚做别人的祝福，就是爱互别人因为咱的有剩点，会咱帮助别人。毋是单单伫遐讲哇，我都上帝祝福我安尼真丰富，真丰富，毋是安尼尔吼。所以求主帮助咱吼。好。来，双位哈，好，来，这个大家我捌看过啦吼，看过无？这个图案，这是伫西藏啦，西藏迄个所在吼，迄个专门迄个喇嘛吼，迄个因的敬拜中心啦吼，迄个迄个所在吼，当迄个有一个外国的传道人。一工吼，上帝感动伊，叫伊安怎？你爱去中国的西藏，拢奇怪。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毋捌中文啊。你叫我去中国的西藏要创啥？哎呀，可能我是毋是胡思乱想吼？胡思乱想吼？我已经去想着，就无睬你。但是迄个感动一直来。到无对讲好啦，上帝，你叫我去好，我就去啦。伊要去，要出来的时阵，伊就凊彩摕几本圣经，就放伫伊的地啊，就大阵去啦。来到中国，后来到迄中国的西藏迄个所在，伊就徛伫迄个有一间专门咧训练迄喇嘛的迄下口啊，伊就徛伫迄外口。上帝啊，你叫我来这要创啥的？我也袂晓讲中国话啊，你叫我来这要创啥？看一寡喇嘛安尼行来行去入去迄下口安尼，一寡人行来行去。上帝啊！你叫我来这要创啥？忽然间有一个较少年的喇嘛，就过来，因为因较少年的喇嘛，因拢有学迄个语言上有学迄个英语吼，伊就过来用简单的英语参即个迄外国的传道人吼，甲伊讲一句话讲啊，请问你有较济有关于耶稣的资料通互我？我讲一摆吼。请问你有较济有关于耶稣的资料互我？因为啦，因伫遐听迄个收音机吼，转来转去去听到迄个
福音的广播电台伊都听了加减听了一寡耶稣的代志。但是呢，总是足有限的啊。但是伊真想要知影较济啊。对这个讲，迄段道人当然会当调为什么？就是甲圣经会嘛，是毋是？同这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当然是上帝话同完全嘛，是毋是？好，到迄阴暗的时阵，到迄暗时的时阵，伊伫旅馆内底，哪有人来叩我的门？我遮也无朋友，哪有人来叩我的门？伊就甲门开开，原来是下早迄个喇嘛，佮带另外一个来，伊讲你还佫有无？迄个嘛要爱啦，哎呀，感谢主，总是所以有时阵上帝要做工互咱，毋是照咱的想法无共款好，来个来，这个拄啊初讲的时候讲过这咱一看咱就知影真正这是啥物万里长城嘛去做这个万里长城迄个皇帝叫做秦始皇对无咱大家拢真了解。伊做皇帝了，伊同大的愿望是啥物？同大的愿望是啥物？是毋是鸡腿加食一支？是毋是金加一块金放？毋是了，伊同大的愿望是啥物？不老仙丹啦，我愿望啦，莫死啦，莫老莫死啦，这是伊同大的愿望啊，是毋是？但是有法度无？无法度啦！哎呀，我做一个皇帝了，我知影我有一天日落西山的时阵，我只有替面对迄个夕阳讲夕阳无限就是这样，近黄昏对不对？伊知影伊有一天伊的生命伊要结束，所以伊同大的愿望啥物？哎呀，伊无想要死啊！伊是比死更较好，会记得的是啥？宝贝者永远我的活命。对，迄阵若有一个基甸会的会员送伊一本圣经，甲伊讲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听世间人心意将伊独生囝赐予咱，叫凡信伊的，做到得了下面对不对？袂得袂亡对不对？哎呀，伊也知影，我毋知真希望是毋是会信耶稣，还是讲你讲我袂讲，我毋知但总是。这是一个答案，才有你买无？同咱共款咱传录音共款，报伊讲，互伊知，你买无？这内底对，所以真感谢主所以上帝的话，除了为上帝的话，人无法度知影咱人未来是啥物，只有上帝的话。人以后面对审判，活人死人拢爱搁活起来，死人爱搁活起来，插活人做伙面对审判。对不对？迄是第2摆的死，伊也做清楚。所以，一个宣教士来到这个所在，第一项呢，要学遐当地的语言，因的话啦，学会晓了，紧爱甲圣经紧翻译出来，对不对？毋知会当互人透过圣经会当来明白上帝，所以你看，翻译好了啦，是毋是愿望这个族群的人，每一个人拢有一本圣经通去参考。会当照圣经所记载来明白这位上帝，知影人领受这个救恩，对无？所以，伫1899年，就在民国前12年，伫美国有2个生意人，因去到真奇妙的机缘，2个共住一间旅馆内底，暗时要困进前，迄个读圣经，这个也读圣经，所以迄个时阵，上帝就感动伊讲安尼真正好，咱就爱来咱来会当甲圣经放伫迄旅馆内底，互一寡出外的人有机会来看到圣经，毋免暗时，互人迄小姐来讲，哎呀，先生你有爱服务无？毋免拄着迄块气场，气场就真好，安尼真好，咱就甲圣经会当来放伫旅馆内底，所以就想，就开始兴起一个这个侍奉啦，基甸话开始源头是安尼。迄个中间有一个就甲因的牧师讲牧师上帝感动阮要来甲你圣经放入旅馆互人会当来明白上帝。讲这真好这是教会无咧做的嘛，有这一间教会做即款的工作，
甲圣经摕去放伫旅馆，几乎无嘛，吼。讲安尼真好，安尼有一摆，伊迄个牧师就邀请即个兄弟吼去参加一个牧师的迄个牧师人的聚会啦，吼。啊，伊就叫即个兄弟起来见证，吼，起来讲我有一个上帝感动我，就是要把圣经放伫旅馆内底，吼迄牧师其他的牧师听着，哇，真好，互人有机会啦，读着圣经，明捌上帝点，而且片面迄个试探，这真好。到尾因就伫遐决定，安尼好，好去送圣经去旅馆，吼，即互迄个基甸会会员去做，吼。印圣经的这个经费是免费的，这个经费咱众教会咱大家做伙来奉献，好，就安尼开始成立吼，1899年开始就成立起来，吼，所以你看，阮送圣经即款较大字的，送互较年纪较大吼。即款他迷彩，那是军人的哦，这送到军中的哦，送到军中的吼，这送互一般的学生啊，国中还是高中的学生吼，阮后我阁有一个送互大专的学生吼，中英对照吼，所以感谢主吼，当然这是免费，免费是别人奉献，别人才有较侪人摕到吼，阮即摆送的对象是伫旅馆啦、吼学校啦、病院啦、军中啦、吼家乐吼。这是做伙去送，但是有个人，阮还阁有个人鼓励阮会员个人会当去送。我昨来了，有一个当讲去参面食暗顿了，大9月讲你去迄楼骹迄个洪弟兄嘛吼，迄个过迄吼，讲你去老咧去熟悉者，叫我去街仔行者。讲对来遮吼，去行者，小可知影即个教会附近的环境吼。我想要去行吼，拍算啦，所以我就等去你，即个吼，我本地要来，我第一地啦吼，圣经，我就咱甲即地吼，咱起来吼去街啊吼，行，我出去，第一个是啥物？卖槟榔的迄摊。一个卖槟榔的吼，我讲你生意好好，我看伊桌仔顶摆做一个槟榔吼，伫遐搞吼，哇，你生意怎？我遐物讲几句了，送你一本，感谢主呢，迄个吼真稀奇呢，我足欢喜的款呢，送伊一本吼，行，去到迄个有一个什么夹迄个娃娃机迄种的，夹迄一寡迄囡仔物件，迄佚佗物件，我就入去啊。看一个少年的伫遐，我看伊已经夹一堆了吼，我讲，伊有夹着，伊就来后壁迄有一个贴纸吼，那个贴起，我你这要创啥物？我这刮一刮吼，还阁有中奖机会啦，伊挂到这5写一个5，伊就真欢喜。我趁这好机会，我来讲，这本送你讲，少年的吼，我真欢喜呢，阁客气呢，哇，感谢主，所以我昨去安行一年吼。做10几本吼，就甲送了吼，写一年倒来。感谢主，共款是个散步运动，但是有机会甲圣经送啦，有机会遐个人才有机会，咱是提供一个机会嘛，互人有机会来接触来认捌上帝的机会吼。好，遐看来讲两个见证就好吼。第一个。是伫迄个石碇中学，就是伫新店，毋新店，深坑迄个免个石碇啦，应该是叫石碇吼，石碇深坑边仔石碇吼，还有一间迄石碇伫咧山顶吼，就是石碇中学吼。阮透早6点就去新店，就咱做伙驶车吼，做6点半到迄学校，就伫学校路口伫遐送圣经，有一个学生就起来就入去了吼。入去了，伊嘛无看，转去就去阮老爸，因老爸，老爸爸，阮今仔学校有人送阮这，就咱去拄个安尼尔。过毋知偌久，因迄老爸都为台北调职去到台东的所在，伊是伫迄报局上班真奇妙，迄本圣经我做伙带伊去到台东的所在，这个人下早是有一个习惯。伫迄个洗手间的时阵，拢会翻一寡杂志啦，啥物迄本圣经我都伫迄内底。有一天，伊通翻到啦，超过上班的时间，都袂记哩咯。足奇妙啊！迄
就安尼信主啦，吼，就是有一个机会嘛，是要好送互学生啊，学生啊去迄路边，对毋？所以上帝咧陪伴呀，咱会当做安尼尔嘛，吼，好，搁讲一个就好，吼，病院有一个医生，吼，有一个病人来回检查，医生甲检查出来了，哇，已经是癌症的末期啦。这个人听到讲癌症的末期吼，哇，规个人都灰心丧志啦，吼，规个人灰啊，真正吼，了，迄个就是准备要离开吼，迄个医生是基督徒，伊讲，哎呀，趁一个机会，紧甲福音传落。但是迄个时阵，这个人已经无心情听你搁讲话了，所以迄个基督徒医生就咱刷手摕一本圣经回，上一本圣经，伊就查人转去，到了。这个福音人当然有过身啦，但是伊个囝就走来，走来这个基督徒医生遮讲，医生啊，我感觉真奇怪一样代志吼。阮老母迄阵来遮，互你检查了，知影讲伊是癌症的煞尾迄段时间，规个人是安尼灰心丧志，但是足奇怪，到煞尾迄段时间。伊哪会安真平静？你感觉足奇怪，佮甲伊交代，以后我过身，我放伫棺材内底，你爱将迄本放伫我的胸前这个囝就感觉奇怪，就来找迄个医生讲，医生啊，你还佫有无？迄本到底是写啥物啊？我想要来知影者，阮哪会当互阮的老母突然间安尼？一个无平静变真平静，安尼面对最后迄段路，感谢主！你看，咱做啥物？迄医生会当做啥物？只不过是最后迄个机会解会尔嘛，对无？医生有机会再讲无？无机会讲，所以上帝互咱做这个机会，讲一个就好啦，一个伊拉克军人这个人为细汉就伫教会大汉，但是到做读国中的迄个年纪我哪着爱逐工缀老母去教会啦，就无爱去教会了，自由啦，但老母嘛无伊法咧自由，但是迄老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就常常为伊的囝流目屎祈祷，但是拢无看有改变的影子。有一天美国不谈伊拉克战争吗？因囝就互调去伊拉克参加战争但是过无偌久，军中就派2个人摕一个纸箱这木箱插箱来交互伊老母。当然，咱大家真清楚嘛这个军人是已经过往所以老母看着足伤心的，唔敢将迄个箱拍开，唔敢拍开，行迄样愈艰苦。毋知过偌久过了，因教会有另外一个姊妹就讲，迄恁囝摕倒迄铜喉煞尾遐物件，无你嘛甲拍开看卖，迄是啥物啊？到底是摕倒来迄是啥物物件？迄个时阵当然伊心情较平静咯，伊就甲拍开了。真奇妙内面有一本迄个伊做兵的时阵，人伫军中送伊的圣经，伫迄圣经后壁面，才有写一个讲，这个因囝就签名一个出来，我愿意决志，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就签伊的名一只。这记得圣经后壁就有一个节字来签名因老母看到因囝这个签名，目屎一直流，当然，即摆的目屎流，参顶一摆流的目屎是无共款的目屎，对无？当然是感恩的，当然虽然看无到囝但是真正讲，知影讲伊伫主遐，伊接受耶稣基督做伊的救主，虽然无得，但是心得的真安。所以有时上帝对咱的祈祷有时无立时照咱的反应照咱知影来答应对无？但是拢是有上帝稳定伫内底。好，最后，较早我细汉的时阵，定来看教会足侪人来遐领什么米粉领牛奶粉，是毋是？甚至有个人就甲迄牛奶粉、米粉袋甲伊
做内裤，对无？细汉时阵，跟有一寡人拢有看过。较早迄人好意啊，对毋对？美国遐人教会人奉献钱，啊，着灌米粉来问咱讲，咱最近这个疫情很严重，统抢什么口罩，对不对？咱台湾是口罩生产一个哇，所以就把口罩呢送给你国外去，对不对？这口罩外交经营，对不对？好唔好？当然真好啊！但是，咱哪会当把圣经送出去？我相信是更加好的啦，是不是？人把米粉送给咱，咱把圣经送倒出去。好，感谢主，阮伫旧年度一专项所收的奉献，阮会员的奉献，佮来教会见证的奉献收的，差不多有一半是奉献到国际总会去引别个国家因的圣经，互咱遐的人较经济较无好的迄国家的人有机会摕到上帝的话。哎呀，所以有一天咱若到天堂去，有一个黑人走来讲，甲你谢多谢，讲我毋捌你甲我谢多谢。因为就是你有为应圣经的经纬来奉献啦，所以阮伫非洲遐，阮才有机会免费摕到圣经，我才有机会来认捌你，我才有机会伫这个天堂的所在参与三去。当然，这是我一个意思讲，会当得到机会，就是爱迄个机会，迄个机会啦，你若为圣经来奉献，有一半摕到国外去。等那阵变做啥物迄叫做海外宣教，海外宣教。虽然咱无到海外去，伊透过为圣经的经纬来奉献，你着参与海外宣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大使命啦，对毋？咱爱将福音传到地极，传到地极我要哪传？我言语未通，但是透过这互人有机会得到救恩，这是我咧参加回应这个主耶稣吩咐大使命这个机会感谢主毋望咱台湾会当真做一个圣经的输出国最后3点，为阮祈祷，请为阮祈祷，阮会祈祷，阮咧送，有时阵是送100本，伫遐人爱行来100个，从一个才要起，有时阵是安尼，求主阮保守阮，互阮坚持落，从我昨为台北要来，我本来迄10几本免起来，加重量的啦。但我想想，无起就无机会送啊。我伫较放我嘛甲起过，昨暝才有机会伫遐10几本送互恁这条街啊。我教兵人个有机会起到上帝话，教兵人个你要叫伊来教会，但系机会真困难。我毋敢讲无啦，但是才有机会对吼。所以求主帮助咱欢迎会当加入基电会。或者有迄个神经表，只要上帝有感动你，虽然可能你无花一个时间，但是你会当伫你的工作岗位你若是医生，你就当人看病的时阵，你就了先煞送伊嘛。你若是做生意的，有人来甲你交关了时阵，你算钱的时候多谢你来交关，甚至你会当往一个较精美的小袋子甲迄圣经就缀入内底，多谢你来交关，这个是阮回赠的礼物啦，就送。有机会你伫你的店内面就会当做啦，毋免足些时间，你无长时间袂影响你真济啊！毋望咱每一个人会当真做上帝手中所要用的一个器皿。咱三个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伫万人中，互阮会当来领受这个救恩，阮感谢你。主啊，你拯救阮，就是阮爱阮来侍奉你。阮爱去宣扬，互侪侪人知耶稣基督的名是啥物，互人会当侪侪人知，透过耶稣基督会当来得到这个救恩，为永远的灭亡会当进入永远的活。主啊，阮感谢你，主啊，你将这个大的福气赏赐伫阮每一个人的手。主啊，你要用阮每一个人，主阮无推辞，阮无讲阮袂晓，主啊，阮每一个人拢会当为你所采用。主愿你施恩赐福，互桃园因为教会，咱正做桃园这个地方，佮甚至佮周围侪迄较庄卡的所在，拢有侪侪人会当得到这个救恩。主啊，你来使用我们这人，来互这个教会更加兴旺，正做这个宣教的教会。我来向你献上阮的感谢，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继续来吟圣诗622首，圣诗622首，至大上帝万里山我。来请起立，来首。咱来请戴建理、李正义律师来书写。用起哩来吟奉献的诗。下面我来报告，我来报告大师，请咱读今仔日经。我先读一摆，大家对我来读一摆。恁，当恁着定着恁的心、恁的意思，找耶和华恁的上帝，也着起来去做耶和华上帝的圣所。历代志上卷22章19节来请。当恁着定着恁的心、恁的意思。耶和华恁的上帝，也着起来
来起做耶和华上帝圣所，日代志上关22章19节，答应也叫你的心，你的意思，所以耶和华你的上帝也着起来起做耶和华上帝圣所，日代志上关22章19节。再来献开周无第一啊。侍奉的内容，请咱来看。后礼拜侍奉呢，才有排咱这个侍奉的名单，请咱大家来提办心，准备后礼拜的侍奉。下面的教育部的课程，请咱大家来看，就近来参加，来一道招周，数日学的聚会，甲周间的聚会，甲小组的聚会，请咱大家来看，来参与伫即个聚会中间受招收。献开第三页。教会小组的带导的事项，请咱大家来看，为遮的公道的代志来祈祷。奉献的明细，大家来看，若有订单的所在，请你来咱当时来提出见证。第5页，消息报告。今仔日咱真欢迎考本理事长来中间来分享甲见证，真感谢。请咱为了纪念会的事工来关心来带导奉献。第2场的礼拜煞，今仔日有即个要就任的，要就任的有2位学青的，尤俊祥、少气的张允爱，有来无？来，请到前面来，我们就任式。2位都到了吗？有。好了，赶快到前面来。请牧师来主持。明恩我，爱当倒徛较后壁一丝啊。好，牧师要来甲恁誓约，就恁进前，我要先问讲恁的台语啦吼，你是俊祥俊雄？你毋知？好，是恩爱恩爱，恩爱啦吼，拢是叫恩爱好。伊嘛有来读因，嘛有来读阮啦吼，所以这问候清楚。好，一只牧师先介绍，就是讲咱的俊雄，伊要来俊雄啦吼，伊要来担任即个学青团契会长，阮爱是要来担任即个少年团契会长，所以牧师一只要来先甲因应答，互因一只来誓约。尤俊雄，你有要领受学青团契会长的职务，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也无？好，周恩爱，你要领受少年团契会长这个职务，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召命也无？好，尤俊祥，你担任学青团契会长，受这个职，周恩爱。你接受这个少年团契会长这个职，你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恁有要安尼做也无？这点请咱的会长做伙起立，牧师要来一只来宣告。当我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教会小会的团契。我嘛是只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设立恁尤俊祥，你正做学生团契的会长安尼的职务；周恩爱，你正做少年团契会长安尼的职务。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的行答、恁的言行举止、恁的行做，爱常常关心恁的职务，爱尽力伫主的工。爱归荣光伫上帝，阿门。会长请坐。咱等下嘛，请咱的小伙伴出来谈接啦吼，来咱向后转。好来，牧师直接来介绍哦。我的倒手面这位尤俊祥，尤俊祥兄弟伊是未来要正做学生团契会长，咱呼啊声来鼓励。好，倒来就是未来正做少年团契会长周恩爱姊妹，咱拍鼓仔。
好，牧师叫恁兄弟甲姊妹怪怪袂？袂啦吼。好来，咱请咱小会员，咱出台阿手弹接啦。好，咱都一个跑花香，好，感恩。好，我们可以退场。好，谢谢。9月份的特会中级长老陈为民、亲师赖建成拜六的。礼拜日的是简秀柱。今仔日下晡1点要召开中级会，请中级来主持参会。暗时8点要召开教育部的网络的会议，请咱学员来参与。后礼拜9月13日文艺书讲的奉献主日，咱就欢迎黄牧师来到咱的中间来甲咱分享，请听这这个书讲来代表个奉献。后礼拜中昼12点，这个时间改过吼，咱下昼搁一礼拜是9月20要召开财务部会议，请学员来出席。小会消息，2020年的10月的初时，咱临时合会要来选举后届长级候选人，遐名单一只嘛，我无搁读啊，大家来参考。这个团队会长的改选，咱这个9月底以前来选了。这个防疫的新生活，这个规范咱继续。具体消息，第一项，张英军姊妹的小弟张胜煌兄弟已长已经评断完成个别礼拜。请咱继续来关心为主，安慰因。今仔到。好，做来，有啦吼，请起来来写字，免拍糊啊。好，请坐，请坐。第二项，这个桃园区的李雪梅姊妹伫9月13号主文了，安叫主怀，伊的查某囝伫美国已经联络电务局护士，配合这个礼仪公司安排所有的丧事的这个礼仪，请咱关心这个家属为因来倒吼，有出来安慰因。第三项，这林嘉文姊妹吼，就是这林春静兄弟甲黄月珍姊姊妹查某囝千金，甲林志哲兄弟吼，是这个9月19拜六上午10点要来举行特会礼拜，是咱拜六吼，请咱踊跃来参与，来献上因的祝福。消息报告，2020年的野外礼拜，即时要咱来请关怀部部长吼，感情长老来遮补充。大家平安。咱每年度的这个野外礼拜吼，因为疫情的关系，为4月份延续半冬，伫这个10月18吼要来举行。经过咱中执会小会的同意吼，咱一定爱这个活动爱办起来，因为车嘛拢定落去啊，地点嘛拢定落去啊。但是这个防疫的这个防疫的新生活运动吼，咱关怀部遮嘛会做较够，吼，咱按照这个 SOP 去行，毋免惊吓啊。但是咧尽量邀请咱的亲朋好友，尤其咱即回真拄好，伫圣经学院呢，下落今日去纪念这圣经的代志。过来宝山水库啊，咱就想耶稣的登山宝训，即当初耶稣迄当一个野外礼拜吼，就是伫即个所在举行啊。所以讲，咱希望吼，借着即项的活动来传福音，邀请恁久长的百姓，恁的福音朋友、新家朋友来参与。尤其吼，咱教会有8个小组，教会小组甲青年区拢总教区啊吼，每一区的一个区长，咱负责上少一台游览车40个人。吼，因为咱安尼才有法度达到咱的350个即个活动。吼，所以讲希望各位区长、各位会友吼，支持迄个甲你的会区长报名200块。这200块内底，你来邀请你的新的朋友、你的福音朋友，你替伊缴，你毋好甲收，甲学圣经共款，免费甲邀请来去登记。等甲伊来活动好了后，咱这个办公室才会甲你佫退这200块互你。吼，这个部分吼，我嘛是感动，再去看这个副理事长，伊讲你上圣经免费的吼，我是希望你只要甲福音朋友甲带来，这200块的报名费方面，我感动，我愿意要来奉献。要即个部分，
感谢。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或者野外礼拜，一年一摆，希望讲邀请这些朋友拢来参与。来继续我来报告，伊即个乐龄关怀点吼，即个9月初9拜三上午9点是讲伊教室，咱请这年长的即个爷姐拢来参与，上联关系，则有即个王佩霞咧，还有即个健康操，还有主题的讲座，咱希望咱年长的拢来参与。教育部的奖学金的审查委员会对即个今仔日开始哦，接受108年第2学期的即个力学金的申请吼，到9月27中午12点10止。希望讲遮个学生吼会当一个成绩单来交给老师也是交互遮个助理学或者教职员。消息报告第一项，成立中会妇女部有举办溪头2日的即个游览，9月10号到16号。早起9点45分到18点来出发，请咱搭个人的用品医药品拢来带走。第二项呢，中山教会献堂礼拜20月2号下午3点，中山教会是咱遮甲福田关心的教会吼，希望咱行这拢当邀来参与，有即个献堂的礼拜。第三项，就讲音乐的事项是10月过日，音乐报道会敬拜学校。9月13报道会是下午3点，敬拜学校是下午4点半，北地的花神的礼拜堂来举行。有兴趣的来去办公室来去即个门票啦，免费售票，这个数量有限啦，咱来参与，即个音乐会参与。2020年的即个中央节，敬老感恩礼拜，伫即个10月22上午10点来举行，台中本家东达餐厅伫迄个举行，一人来参会，一人18号，用即个刷数联技术，机会研究化技术报名来交流。其他消息，合作社伫今仔中昼12点，伫即方面会议室来调开合作社理干事会，希望遮理干事拢要主持。下面咱来举行9月份的生日庆生会，我来读个名的吼，请你来台前来接受这个祝福。王世勋、王建奎、王立清、叶明官、吴文杰、陈秋川、蔡龙坚、李正玉、李秋英、李秋桃、李永南、谢文阳、李义平、林陈淑贞、陈志妙、陈兆明、黄费平、张家贤、杨文祥、徐月如、徐小兰、陈天贤、陈李秀玲、陈天洲、陈美莲、陈美仁、黄秋龙、尤文斌。黄子恩、黄一佩、张文、黄传群、何仁立竹、刘瑞竹、潘天正、潘慧儿、蔡秋慧、陈友华、陈美竹、张若武、钱家、魏学、卢伟仁、罗汉恩、苏顺良、叶新坚、苏怡林、管慧婉、周伟珍、林金祥、黄秀轩、邱克生、杨月、陈明德、宋吉堂、蔡俊华、苏英，我读个名呀，请你来台前接受会场的祝福。还有无9月份的生日的来台前，欢迎他到前面来。
请牧师来补足报告，甲即个介绍新来朋友。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相信透过有关野外礼拜，咱的感受长老一定有写甲咱呼吁，毋忙咱会当踊跃来报名，方便咱的工作人员会当紧紧来备办遮的事工。今仔日是即个基甸的主日，真欢喜。通过这个机会，邀请到副理事长柯书玉兄弟来到这个中间，向咱来请安甲报告，带来真好的分享。咱这一概用普话声来感谢甲欢迎。咱继续为着基甸安尼的宣教事工，直接来带导以及咱的奉献关心。以上。今日咱来相迎402首，402首，恳求主你引传我脚步。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甲阮每一个人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